Goodbye, my love， 我的爱人，再见。Goodbye, my love， 相见不知哪一天。一远，是你的车呢？哦，大老远大家来跑来这看我车跑哪里？被拖掉走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先前就撩拨我选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柯文哲，我就跟定你的啦。我为什么？党真要征召我，我一定会辞去议员的职务。但是，在我现在看来，柯文哲现在施政做的荒腔走板，越来越糟的时候，选民当初去年选我是要来监督柯文哲市长，这个任务我还没达成，所以我断无离开的理由。所以我在党征询我的那时候，我第一时间就回应了党中央，说我完全没有意愿，不考虑参选立委，因为我知道如果党征召我，那我必须把我现在手头上的工作，就是强力监督柯文哲这样的工作，必须先摆一边了，我必须辞职来参选。那如果这是一个表现好、一个中规中矩的市长，那我如果被党征召、选民所托，我辞去议员来参选立委，还有道理。可是这个市长已经无心市政，荒腔走板，那现在对他强力监督，就我们这几位比较凶悍的议员嘛，所以我想我继续留在议会，那么强力监督柯文哲市长，就是必要的，也是选民所托付的。柯文哲讲台湾价值，我觉得很恶烂哦。柯文哲心目中的台湾价值，就是很简单4个字：归顺中共嘛。因为柯文哲是中共金孙啊，柯文哲你不要忘了，你是1个半月前中共国台办出来公开赞赏你，你是被中共官方公开认证的最佳代言人，所以我才称呼柯文哲是中共金孙啊。中共金孙没有资格谈论什么台湾价值啦，谁来跟我们民进党讨论都好，但是中共金孙柯文哲没有资格再谈论台湾价值。我有一回在节目录影之后遇到黄敬明，我语重心长跟他说，我希望我跟黄敬明说，你要弃暗投明，不要再误入歧途了，因为黄敬明，不可否认，他将近1年来在柯市府的作为，黄敬明本人很认真。那他越认真，我认为他的作为这叫助纣为虐。所以我一直警告黄敬明，我以这个总是我政治上比他多走的10几年，我一直跟黄敬明说，你要弃暗投明，逃出升天啊！那他回应吗？我看黄敬明的表情非常，我知道他的意思了，他意思就是他听到了也听进去了所以你觉得他有领悟到吗？听懂。那可我现在我很体谅他现在，因为身在科营嘛，那所以我知道他有他的为难的地方，但是我知道他有听进去的，因为他给我一个蛮会心的这种一抹浅浅的这种微笑。你说他身在科营，让他心在哪？我认为，他可能他的心尚未有所属了，但是因为身在科营，但是我认为虽然是蓝是绿是白是红，政治的归属，黄敬明可能还没有确定。不
过我知道黄敬仁这个人，他内心是良善的哦，所以他身在科仪呢，心在善，哦，善良的这一面。议员，你要不要拉拢他的心？我不敢，我没有那个资格哦，没有那个资格。不过这是因为大家公认她是美女嘛，这是来自野兽对美女的期许哦。弃暗投明是投到民进党。哎，对，哦，你对了，我的两解啦，一解是明啦，哦，明光明的明，一解是明啦，哦，么一而明哦，对，弃暗投明之后，接着弃暗投明。